人工饲的马粉海胆上界关键的技术甲成本就是饲料。平湖县政府委托嘉义大学水生生物科学系来做相关的研究。这研究团队甲豆泡磨做粉，佮掺一寡矿物质入去，那这海胆饲起来会变较大粒，而且成本也较低。嘉义化的饲料饲用马粉海胆来食，嘉义大学水生生物科学研究团队开2档的时间，研究出会当代替天然海菜甲鱼粉的新饲料。然后马粉海胆的成长更较好，佮减少对鱼粉的使用。设计分成自胆的壳茎的成长阶段，跟成胆它后期生殖腺育肥的阶段。那因应市长的不同，渔民可以选用他们当下适合的饲料，来达到他们最好的经济效益。在同样12周的一个饲养周期里面，我们可以发现说，喂食人工饲料的这个组别呢，在体型上面来讲，显著大于我们喂食大型藻类的这个组别，在体型上面来讲就差到5公分这么多。研究团队表示，海胆养殖主要拢是用天然海菜配合鱼粉，但是天然海菜的成长会受到天气的影响，鱼粉的来源、价格甲品质都无稳定。为了要提升平湖海胆养殖的环境，再来甲平湖关农协调合作，开发这个新的人工饲料。在澎湖那边的话，他们大部分都是用天然的藻类在喂食，那天然的藻类受到天候的一个影响所以来源比较不稳定。那我们提供的饲料的话，不但营养组成比较稳定以外那也可以稳定的提供。所以，我们人工饲料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在于海藻缺乏的时候，它们养殖物可以应用。新的饲料利用豆粕的蛋白质来代替鱼粉，更加添一个矿物质的营养。研究团队讲，饲料一缸介绍唔免2块，明年会由平湖县政府开始推广，希望会当提升海胆养殖的产业环境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